上已經開始喺粉嶺一間中學外邊排隊，佢哋帶埋雨具同埋燈，準備通宵等候。而喺朝早啦，唔少考生就周圍撲學位，有學生埋怨今年聯招中心縮短運作時間，令佢哋好頻撲。由余安琪講下。收生程序第二階段喺朝早9點至下晝1點，馬鞍山呢間中學一早已經有幾十人排隊。校方提醒考生未夠14分嘅唔可以喺呢個階段報名。即係13分或以下咧，就麻煩你咧就聽日9點鐘之前嚟排隊。有考生走訪3間學校，仍然未獲取錄。15分，我覺得而家都好多學校會收14分以上嗰啲都好易揾學校。阿銘就到過多間學校報名，終於得償所願。我諗住14分都揾到學校，但係聯招嗰度就我揾咗2間都俾人 reject， 所以就有啲失望啦。咁依家揾到就安心啲咯。除咗沙田區、葵青區亦都有較多嘅剩餘學額，唔少想繼續升學嘅考生都去試一試。今年7個聯招中心只係喺放榜日運作，之後考生要親自到學校報名，覺得好奔波。嗰啲學校如果係先到先得嘅話，咁咪好容易。如果人哋快過你嘅話，咁咪你自己都冇機會咯。收生程序星期5會繼續，符合升讀中六最低要求嘅考生可以向其他學校報讀中六。設喺東涌嘅離島區聯招中心亦都會同時運作。亞洲電視記者袁安琪報導。